大家好，我係 Annie 歡迎嚟到我想用 AI 賺錢呢個頻道。就喺早幾日咧 ，Google 咧舉行咗1年1度嘅科技盛事啊 ，Google I/O 2025啊。今日咧，我哋係會一齊深入去拆解啱啱完咗呢個 I/O 2025嘅大會嘅。今次 I/O 2025嘅題目咧就係 From Research to Reality。好似我之前影片咧講解嘅 Gemini 2.0啦推出嘅時候咧，有幾個重點嘅 project 啦，包括係 June 啦 AI 嘅編程助手啦 ，Agent in Game 啦 AI 嘅遊戲助手啦 ，Project Marina 啦就係瀏覽器裏面嘅 AI 助手啦，同埋 Project Astra 咧就係全方位嘅生活 AI 助手。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睇翻之前嘅影片介紹嘅。今次咧好明顯咧就係 Google 咧正式將呢幾個 project 落地去到市場嘅應用方面嘅，由 Gemini 2.5到以上幾個 project 落地，到提升影片啦、圖像啦等等嘅創作神器啦，仲有 AI 生成音樂啦、搜尋體驗啦、智能眼鏡等等。可以見到 Google 咧，其實係冇喺 AI 嘅領域上面落後嘅。今日咧，我就會為大家總結一下成個 Google I/O 大會裏面嘅重點內容嘅。如果你都對呢個題目咧有興趣咧，就唔好行開啦。大家好，歡迎嚟到我想用 AI 賺錢呢個頻道。我哋會定期為你分享最新嘅 AI 資訊啦、AI 工具啦，同埋點樣運用 AI 去提升工作效率，等大家都可以更輕鬆去用 AI 揾錢嘅。如果你都對以上題目有興趣嘅話，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啦，仲可以加入我哋嘅獨家群組，領取免費嘅 AI 課堂同埋獨家嘅 AI 知識分享添。首先咧，最核心嘅主角咧，當然係 Google 嘅 AI 大腦 Gemini 系列嘅模型啦。Google 嘅 CEO 咧一開場咧就話啦 ，Gemini 2.5 Pro 橫掃咧 LM Arena 嘅排行榜啊，成為全球最佳嘅 AI 模型，仲推出咗咧成本更加低啦、速度更加快嘅 Gemini Fresh 2.5嘅。更加勁嘅係 Google 冇收賣㗎。反而係加速普及，令到700幾萬嘅開發者咧可以使用噶 AI 嘅處理量咧仲升咗50倍咁多。呢個意味住乜嘢呢？就係 AI 嘅開發成本啦，同埋門檻咧大大咁降低咗噶。對於香港嘅中小企同埋新創嘅公司嚟講啦，如果你想開發一個 AI 嘅應用咧，而家有更加強大啦、更加平、更加快嘅模型俾你用啦，你可以用少啲嘅資源啦，創造出咧更加高質嘅產品嘅。Google 話咧 AI 咧未來咧係要智能啦 intelligence 啦，有助理嘅能力啦，即係 agentic 啦。同埋咧，能夠咧個人化有 personalizations， 所以 Google 咧就將之前講過嘅 Project Astra 咧落地應用啦，將佢加入咧唔同嘅 Google 嘅工具裏面。其中咧 Gemini App 咧而家大概咧全球有4億用戶左右啦，即時咧已經支援咧 Google Live 嘅模式噶啦，你可以咧用語音同佢對話嘅，甚至乎咧分享你個鏡頭啦。同埋熒幕俾佢嘅，即係未來咧見到啲咩咧都可以即時問 AI 攞資料啦 ，AI 仲會搜尋啲資訊話俾你知噶。喺 Google 嘅示範影片裏面，佢示範咗點樣叫 Gemini 幫佢喺 YouTube 嗰度揾整單車嘅影片啦。然後佢發現咧爭咁個零件，佢就即刻咧叫 Gemini 幫佢打電話去附近嘅單車鋪問有冇呢個零件，有咧就即刻安排咧落單，然後去 pick up 嘅。呢個咧係結合咗 Google Calendar 啦、Map 啦、Task 啦、Shopping 啦同埋 Call Assistant 等等嘅功能。然後咧佢亦都將 Gemini 加入去 Google Meet， 可以咧即時翻譯翻會議嘅對話。佢個翻譯咧就唔係純文字，而係真正咧將你把聲用另一個語言講出嚟回覆對方嘅。我哋可以睇睇示範影片。Hi Camilla, let me turn on speech translation. It's nice to finally talk to you. Es bueno hablarte finalmente. No puedo esperar a alquilar tu casa. Te vas a divertir mucho y creo que te va a encantar. You'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fun,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love visiting the city. The house is in a very nice neighborhood and overlooks the mountains. That sounds wonderful. Is the house Eso suena close to maravilloso. transportation? ¿Es la casa cercana al transporte público o recomiendas alquilar un coche? Hay un autobús cerca, pero... There's a bus nearby, but I would recommend renting a car so you can visit the nature and enjoy it. That sounds great. Eso suena genial. 佢係完美咁咧，將 intelligence 同埋 agentic 融合埋一齊嘅。講到 Google 最為人熟悉嘅 search engine 功能啦，近年咧比其他 AI 咧真係打到咧流量減少啊！但係今次 Google Search 咧終於進化啦，就連香港咧偶然咧而家咧都會錯到咧 AI Overview 呢一樣嘢㗎。佢唔再係咁咧俾啲 list 你啊，而係咧會總結咧你嘅問題嘅答案嘅。搜尋咧可以係用文字啦，或者係用 Google Lens 用圖片等等咧去搜尋嘅，甚至咧可以根據你嘅問題啦、動態調整啦嚟顯示嘅界面啦，例如咧加入去地圖啦、圖片等等。AI Mode 咧仲可以用你嘅個人化資訊啦 （personal contacts） 啦，例如 Gmail 入邊嘅你嘅航班啊、酒店嘅確認信啊啲資料咧，嚟更加精準咁樣咧去幫你做一啲工作㗎。
另外咧 Google 咧亦都喺咧呢個 search 裏面咧加入咗一個叫 Try On 嘅功能，可以配合咧一個叫做 Visual Shopping， 即係咧上載自己張相啦，然後 AI 咧就會將你咧喺 Shopping 裏面咧揾到嘅心儀嘅衫啦、時裝等等着上身俾你睇嘅。呢個咧係顛覆咗咧而家網購嘅體驗嘅，尤其是對於時裝網店嚟講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商機嚟嘅，可以減少啲退貨率啦，同埋提升翻客戶嘅滿意度嘅。講到最令人興奮啊，就係今年 AI 界嘅大方向 AI Agent 啊 ，Google 嘅 Project Marina 呢一個 AI 助理可以幫你自動執行咧網頁上面嘅複雜任務嘅，例如同時處理10個任務啦，甚至乎教佢一次咧，佢就可以識得咧重複咧咁去執行噶啦。其中嘅例子咧就係假如你係一個學生啦 ，Gemini 知道咧你 Google Calendar 入邊咧下星期咧就有個 physics test 喎，佢咧因為好了解你嘅程度啦，佢唔單止咧會提醒你有 time， 仲會根據你嘅學習程度咧出題俾你啊，因為咧佢可以咧 read 到你嘅 Google Drive 啦、Gmail 啦、Google Classroom 等等入邊唔同嘅學習 notes 啦，同埋課程嘅內容啊，甚至乎圖片或者係手寫筆記等等，佢仲可以根據你嘅學習嘅內容或者題目咧製作一啲解說嘅影片啦，令到你嘅學習咧更加容易咧同埋更加深入咁去理解嘅。Google 咧形容佢哋呢個 AI agent 咧係 personal 啦、proactive 啦同埋 powerful 嘅，結合咗以上3大特點去落地啦。Google 發佈咧多個重點功能喺 Gemini App 入邊嘅喎，留意翻啦，要下載 Gemini App 咧需要唔係喺香港嘅 iOS 或者 Gmail 賬號噶。其中咧 Gemini Live 咧就係能夠非常自然同你溝通嘅 AI 助理啦，佢識得咧超過咧45種嘅語言噶，而且咧係可以咧喺超過150個國家裏邊用嘅。語音嘅溝通咧仲比文字嘅溝通咧長5倍喎，可以直接叫 Gemini 咧幫你 check Gmail 啦，幫你喺 Google Drive 入邊咧揾一啲文件資料啦等等嘅，仲可以咧用相機啦或者 share screen 啦。而且咧，仲要係免費喺 Gemini App 入邊用嘅，即係咧唔單止咧可以 read 到你或者 Google Drive 入邊嘅資料，仲可以影低例如你嘅邀請函啦、上面嘅時間、日期啊、地點之類啦，幫你咧加入去 Calendar， 或者影低你同學咧手寫嘅筆記啦、shopping list 啦等等啦，擺入去咧 Google Keep 入邊嘅。咁講到工作啦，一個 deep research 嘅功能咧係好需要嘅。你而家咧可以喺 Gemini App 入邊咧係叫佢做 deep research 噶啦，而甚至未來咧可以推出咧叫 Gemini 去深入研究咧你嘅 Gmail 啦、你嘅 Google Drive 入邊所有嘅文件啦，然後去總結啦，或者甚至乎成為你嘅 RAG 你嘅個人嘅一個 database 嘅。跟住咧佢就喺 Gemini 嘅 app 裏面推出咗一個叫 Canvas 嘅功能啊，呢個有少少類似 ChatGPT 嘅 Canvas 啦，就係咧當你咧有一啲好豐富啊、好靚嘅 research report 嘅時候啦，咁啊長賴賴噶嘛，係咪？但係你可以用 Canvas 去令資料咧變得更加容易理解啦，同埋更加多互動嘅。你可以撳一個掣啦，就將一份長長嘅 report 咧變成網站啦、infographic 啦、小測驗啦、語音總結啦，或者係直接咧形容你想佢點樣 present 嘅。以後咧唔再需要識任何 coding 啦，你都會有能力可以將任何資料轉換成為任何嘅格式嘅。接下來咧就要講到咧 Gemini in Chrome 呢個功能啦。顧名思義咧係一個建立喺 Chrome 瀏覽器嘅 AI 啦。佢可以明白你咧瀏覽緊嘅網頁啦，你可以問任何嘅問題啦，例如叫佢分析一啲網頁咧有好多 review， 例如啲酒店咧入邊可能有800幾個啊，或者1000個 review 噶嘛，咁佢可以根據呢 review 俾啲建議你，喂，我 book 唔 book 呢間酒店啊，或者我 book 呢間定 book 嗰間啊咁樣。咁呢個功能咧將會咧喺呢個禮拜裏面咧美國首先推出嘅。咁除咗 Gemini App 嘅功能之外咧，今次 Google 咧亦都強化咗佢哋嘅創作型模型嘅能力㗎。講起咧創作型咧，就不得不提咧就係圖像啦。咁啊近來咧 ChatGPT 嘅圖像生成咧就好勁啦。今次咧 Google 咧就推出咗 Imagen 4呢個模型，提升咗咧圖像嘅表現更加出色，唔單止啲顏色靚啲啦，更加有層次感啦。而且佢哋仲解決咗文字喺圖片上面顯現嘅問題，亦即係話咧佢正面同 ChatGPT 嘅圖像生成嘅功能咧係比拼嘅。咁大家咧以後咧就可以直接咧喺 Google 入邊咧就生成咧有文字嘅海報啦，或者宣傳圖片等等嘅。咁而且咧佢話咧 Imagen 4咧係比上一代咧快咧10倍咁多。咁啊有得做圖啦，就唔可以唔講咧做完圖之後咧你點樣可以將佢變片啦。咁啊影片生成方面咧 Google 不嬲有一個叫 Veo 嘅模型啦。上一次咧 Veo 2咧已經好多人咧攞佢嚟咧同 ChatGPT 嘅 Sora 嚟比較噶啦。今次咧 Google 咧進一步推出 Veo 3，佢除咗咧更加了解咧現實世界嘅物理狀態啦。咩叫物理狀態？即係譬如話唔同嘅嘢擺嘅位置啊，咁佢更加了解現實世界嘅一個模型之外啦，佢仲係咧唔再生成一啲冇聲嘅影片啦。而家大家都知咧 Sora 或者其他嘅影片生成功能，其實佢都冇聲嘅，或者係隨便俾啲 background music 你啦。但係今次咧
Google 係可以生成咧原生音訊嘅影片，除咗背景聲之外咧，甚至乎咧佢嘅對話啦、佢嘅環境聲啦，或者係啲角色之間嘅語音啦，都可以完美咁樣對到口型，亦都咧係非常之自然嘅作品咧，真係好勁嗱。不過暫時咧我仲未見到咧佢可以喺 AI Studio 裏面用到嘅。期待啊！咁啊，除咗整圖整片啦 ，Google 咧仲推出咗咧 Lyria 2，可以生成咧好高質嘅一啲音樂噶，包括人聲嘅合唱啦，或者獨唱等等。呢個模型咧已經開放咗俾 YouTube 嘅創作者啦，同埋音樂人使用噶啦。哇！最後咧真係不得不提，佢咧喺推出咗頭先嘅 Veo 2啦、Imagen 4啦、Lyria 2啦等等之後咧，佢將呢三嚿嘢咧合併，成為咗一個叫 Flow 嘅影像製作工具。佢可以咧幫助創作者咧保持角色啦同埋場景嘅一致性啊，而且提供咧精準嘅鏡頭控制，甚至乎咧可以俾你輕鬆咁延長啦，或者修剪影片嘅。你可以將幾個唔同嘅物件啦放入去啦，然後俾個 prompt 佢咧，叫佢咧將三個物件組合埋咧，成為一段小影片噶。之後咧可以根據呢段短影片嘅延長呢段影片啦，寫後續嘅一啲故事嘅發展嘅，或者咧加入其他元素或者物件噶。咁當中咧呢啲影片咧唔單止咧係有隻配樂啦、配音啦、環境聲等等，根本咧就已經係直接咧可以製成咧一個完美嘅故事影片出嚟噶啦。不過好遺憾嘅係，我哋香港 Google 嘅帳號咧係冇辦法買到呢啲 AI credit 去用嘅，咁唯有等下睇下將來有冇機會喺其他工具上面用到啦。最後 Google 咧仲有提起咧 Google Beam 啦，或者係Android XR 呢類實際咧將 AI 功能咧融入去落地嘅產品嘅。咁 Google Beam 就係一個好大嘅熒光幕啦，有6個鏡頭啊咁樣啦，跟住佢就會將開會嘅時候咧，佢就會將個人咧就唔係一個平面嘅 2D 啦，就會佢會分析咗你前後左右，跟住就將你個人變成一個 3D。咁呢個我覺得最後將來咧有機會，我哋未來嘅世界咧，大家係同人哋開 online meeting 嘅時候係見到一個 3D 嘅人嘅。好啦，咁另外咧就 Android XR 啦 ，Android XR 咧就係將 Gemini AI 咧內置咗喺呢副咧擁有鏡頭啦同埋咪嘅眼鏡入邊㗎。可以想象到咧，就係將來咧戴住眼鏡出街啦 ，AI 可以認出你睇緊啲咩啦，幫你查資料啦，做即時嘅翻譯啦，用嚟做導航啦，介紹建築物啦，搜尋地點啦等等。呢個會唔會就係未來智能手機嘅替代品呢？呢個我都覺得幾有趣嘅。咁啊，跟住落嚟咧，梗係要講下佢哋嘅收費計劃啦。咁 Google 今次咧就推出咗2款收費計劃嘅，包括係 AI Pro 咧就19.9一個月啦。咁就用一啲 model 咧比較舊啲嘅。咁如果咧你要用到咧最新嘅所有 model 咧，咁就要 join 佢一個叫做 AI Ultra 嘅一個計劃啦。咁就係250蚊一個月嘅。咁佢入邊咧基本上係包埋咧 YouTube 嘅 Premium 啦，同埋 View Free 啊、Notebook LM 啦等等嘅新 model 嘅。其實咧計落咧都算係幾抵㗎，因為咧你唔再需要 join 其他嘅 AI 工具㗎啦，直接用佢咧，基本上咧都包含晒所有嘅服務㗎啦。咁其實而家咧 AI 嘅公司咧真係百花齊放，但係好似之前咁咧，我感覺咧總係會咧由某幾間公司壟斷成個市場嘅。即係我講個例子，由最早期咧整圖咧，我哋會有好多唔同類型，例如咩 Midjourney 啊之類啦，整片我哋用可伶啊 AI 呢啲啦，寫曲啊可能係 Cursor 啊等等啦。咁但係而家咧，唔知大家有冇發覺咧 ，Google ChatGPT 咧係已經取代咗好多呢啲中小型嘅模型。雖然香港咧 Google 同埋 ChatGPT 咧用起上嚟咧係真係有啲麻煩，但係大家咧都應該要好了解佢哋嘅發展，因為呢2間公司基本上係 dominate 咗未來 AI 同人類之間嘅生活變化嘅發展啊！我覺得未來嘅就業模式咧，亦都未必好似今時今日咁樣嘅。最近咧唔同嘅市場經濟變化啦，咁都係時候咧俾大家反思一下自己未來究竟要掌握一啲乜嘢嘅技能咧，去持續發展啦。咁啊，記得 like 啊、subscribe 啦，同埋留言咧話俾我知咧，你覺得邊個功能咧最 impress 到你啦？今日影片去到呢度，我哋下次見，拜拜。